來看高雄這高山分局一名生出來查甫警察，一早起下班騎奧多擺呢，因為無讓這過路人先行，就去互巡邏的員警抓落來。伊隨來甲表明身份，講我同款嘛是警察啊，不哩個因為伊面紅紅，互要求講愛做檢測，說含這巡邏的員警起衝突。過程當中，甚至是吹油門對這員警的骹交過去，當場互移送法辦。那這高山分局也隨該處罰記一大個，也會調到其他單位。看你敢講啊？你敢講一個理由一個啊？因為你面紅啊，我啥面紅我有你笨啊！高雄這個穿青衫的查甫人講話歹清清，就是無願意配合酒測。這個查甫人姓蔡，今年58歲，因為一早起騎奧多擺無讓過路人先行，去互巡邏員警抓落來。伊隨甲員警講，伊是高山分局的警察，是家己人。不過伊不滿面紅紅，就互要求酒測，看甲大細聲。落尾隨網測無酒精分，說因為烏白配談，無願意配合去派出所調查，竟然油門催淚都被人講，甲現場警察的倒骹弄掉傷。你叫環保局打舉報來，好不好？不要！哎！你幹嘛撞我？哎！依法將蔡男押至管束，並當場逮捕。蔡男雖然酒測值為0，全案仍依妨礙公務、傷害罪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。根據了解，生出來查甫人進前都捌因為無材料控制情緒，去互民眾投訴幾落擺。那個歸管考的對象，落尾嘛調去高山分局的警備隊。而一早起，伊是直班線，準備要騎車轉去處理。身為執法人員，對相關哪在勤務流程，應該攏正了解。即擺所發生這款代志，那妨開交通罰單，高山分局也隨調開考績會，對伊做出定處。這個員警啊，他有嚴刑施檢，且涉刑事案件的部分啊，我們經過考績會。記一大過處分啊，然後列為教育輔導及汰除對象。那我們就調整服務地區。高山分局強調，針對員警違法違紀的案件，絕對嚴查嚴辦，後續會加強同仁的法治教育及情緒管理訓練，避免各發生類似的代志。記者郭家做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